塔羅可唔可以精準算出事情發生嘅確實時間？塔羅算係卜卦工具嘅一種，強項係解讀心理潛意識、圍繞問題嘅能量狀態同因素。傳統上好少用嚟預測精確嘅時間信息。如果大家要認真去做一啲關於時間嘅計劃，例如結婚擇日、開張擇時之類，建議都係揾命理師傅做比較穩陣。如果話要預測某件事，例如佢今個星期或者今個月會唔會主動揾你，由於塔羅強項係心理，都可以嘗試定好個問題，逐個假設去試下問，但要準確至日子時間都係唔太適合嘅。如果要問幾時脱單，我都發明咗一個牌陣，可以預測未來6個月嘅情況，大致推斷邊個月嘅機會比較大，但就唔會準確至下月15號會識到你嘅對象咁樣。而且塔羅重視調整心態行動去改變未來，今日你一個新嘅想法或者決定，隨時令原本時間線提早或者推遲。要準確預測時間嘅卜卦，可能需要更長時間學習，需要背記更多資料、更複雜嘅系統，或者歷史有印證準確度嘅工具啦，例如文王卦或者奇門遁甲、西洋嘅卜卦占星等等。其實我哋只要知道每個工具擅長邊一樣嘢，再好好利用，就可以幫到自己更多。你哋有咩睇法或者經驗？歡迎留言加追蹤加 inbox 我，就可以獲得免費塔羅自學電子書一本啦！只需要150蚊可以體驗實體塔羅工作坊，學無需死記牌意嘅超準占卜。報名 Level 1課程，完成3個 level 嘅課程同作業，仲可以獲得香港專業塔羅協會認可占卜師證書。ID WhatsApp 我哋51164824或者66327332報名啦！歡迎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獲得更多塔羅知識。上堂見。